乡亲啊，继续来看雪山369山庄，一张山林的火景，烧出着一大堆的粪扫。原来是过年9天连续的假期，这旧山的游客流入来的，清的总共清出260地布地。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来呼吁，都要有公德心。刷落来228的年假，民众若爬山去看美景，家己制作的粪扫，就请家己炸落山。 直升机抓水灌救，抢救山林大火，火势拍欢去啊！阁烧出一堆的粪扫，有塑胶干啊、水桶啊、甲面盆等等，数量侪敢爱请志工甲山友做来帮忙清理。有260袋左右的一个麻布袋，这么多的一个量。 这是发生在春节9天连假期间，若是无火烧山，嘛无人发现讲山顶的粪扫竟然这么多。民众无食完的嘛留伫原地，但是山顶的气温低，食物根本是真歹分解。若是被野生动物食落去，恐惊会造成生态影响。低温也没办法造成果皮的腐烂，那我们上山一定要遵守无痕山林的一个守则。 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呼吁民众，刷来228天的年假，民众上山欣赏大自然的美景，家己的粪扫一定要家己炸走。